畏，畏，也，也，学习，学习，学，大卫，大卫，上午，上午，睡觉，睡觉，电视，电视，喜欢，喜欢，给，给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吧，吧，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？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睡觉呢，你呢？我在睡觉呢，你呢？我在家看电视呢，你喜欢看电视吗？我在家看电视呢，你喜欢看电视吗？我不喜欢看电视，我喜欢看电影。我不喜欢看电视，我喜欢看电影。82304155，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？82304155，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？不是，他的电话是82304156。不是，他的电话是82304156。好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好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他在工作呢，你下午打吧。他在工作呢，你下午打吧。喂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喂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看书呢。我在看书呢。大卫也在看书吗？大卫也在看书吗？他没看书，他在学做中国菜呢。他没看书，他在学做中国菜呢。